你有感觉无？长进手你是惊恁妻仔甲你骂啊？我不敢得罪人，对吧？来你搞崩啊！哦，有女朋友啊！我说真的啊，就是本人真的是比电视上漂亮很多啦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既然大家都期待啦，我们欢迎她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欢迎那个超大咖女明星，你无介绍一下，对吧？嘿啊，对吧？嘿啊，互你来介绍啊，对吧？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他，1、2、3，来，进来啊！来，我们怀萱要来了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，她本人真的很漂亮啊。嗨，好远哦。对啊，我们镜头都会拉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我是怀萱。哦，就紧张的呢，今天就紧张的啦。那个各位朋友，帮我们截一张图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才看我的《戏说台湾》吗？谢谢。今天是《戏说台湾》新娘神救姻缘的第4集。其实前面3集很重要，然后后面呢高潮迭起，一定要看哦。那是《戏说台湾》的7系档，几代都出来了。因公期待啊，就是那个有的人我说真的，那个啊打太快，不是他就很调皮呀。那个就是那个吴宗义，你知不？昨天还有关直播的那一个，他很调皮啊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谁是张怀萱？我是张怀萱。哦，没有错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如果有看那个泡花虾的，他就是在戏中是演那个小三。为什么要公审小三？没有啊，因为谁叫你要在戏中演那个？那泡花虾也结束了，我也没当小三。不是啊，我就是看得很入戏啊，我就准备给你美，你知不？来，演小三很可怜呢。对啦，也是啊，可是就是要被呼巴掌，然后你知道这个水啊，这个水每次被淋都淋真的，泼也泼真的，还有咖啡倒下去，我的嘴巴张开喝拢今天在破的哈。真的没得假呢。这样很辛苦其实演员很辛苦真的非常辛苦。很辛苦啦。来那个我们刚刚有答应说线上的朋友说我们这个。谢谢夸奖。这一个品牌的面膜在市售价都要168块左右。对。那我们今天要让我们这些粉丝多少钱把它带走？这个呢是怀萱代言的 QBH 的面膜，然后呢，为什么要拿这来做活动？是因为 QBH 的面膜呢，在这个月我们获得了女人我最大的女大赏的第1名哦，第1名呢？女人我最大哦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有准备了这么多的面膜，不过线上人数吓到我，听人说好多。我们今天只有准备300份的，所以只有300个人可以拿得到，只有300个人。这一片168的面膜，这个是。它这面膜本身是有什么功效？我可以介绍一下一般呢，好远了，我都要这样趴着。我挡到你的镜头了。不会，没关系，这样随和。这个面膜呢，通常我们如果在敷脸的时候敷上去呢看不到脸，表示它面膜很厚。然后敷上去以后呢会滴水，表示它吸水不够。敷上去以后呢，你会觉得滑滑的，一碰水它就会掉，表示它的精华浓度不高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。敷完脸之后呢，你的脸没有马上感觉亮白，那就表示它的成分不够优。那这是什么呢？看一下，我打开给你看。来，各位朋友，300片被我打开1片的。你们这个要的先打1块加1，先一个人限量就1片。只有300个人哦，一个人只能加1片，加2的话也是等于拿到1片哦。来，要的1块钱，1块钱1加1，对，就是1加1，好不好？你们要的朋友帮我1加1。来，要的朋友帮我1加1。然后顺便跟你们介绍哦，这个面膜呢，你看我拿起来完全没有滴水，它是满满的精华。它是精华之外呢，为什么我说它的浓度很高？因为它的材质叫水羽丝，它可以吸收7倍的水分。来，我们叫那个海冰来一下。我先不要帮他敷，我做一件事给你看哦。有人问说，敷了会跟你一样漂亮吗？当然会啊。你来问这？来，我做2件事哦。凯宾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好。一般面膜拿下来会有那个毛，你看有看得到毛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没有。然后你帮我试着用一般你認知中的面膜去扯它，看扯得开吗？真的是扯不开的。扯不开。对，它是扯不开的。可以再用力哦。我买了，我惊但你装去我拉丝袜。没有，真的，这是很用力了。对，你看我已经扯到这样了。都不会扯开，就表示它贴在脸上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帮你做到很满的拉提效果。然后它的水有多少呢？我先不要敷在它脸上，我让你们看水有多少。这上面已经有满满的精华，你的手放在这里借我，
我把它挤出来给你们看。好，还有多少的？手看得到吗？镜头里，镜头里。好啊，你看哦，看这个精华有多少哦？哦，很多。满满的，看起来拢袂滴水，安尼算足济呢。很稠哦。刚刚都完全不会滴水哦，因为它是水语丝，可以吸收7倍的精华，7倍的水分。水语丝是它那个面膜的材质，你看哦，难怪有多少？哎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应该是镜头要来，换你留下来给我好了。看一下，这个画面有点奇怪。你不要讲都没事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呢，它还有满满的精华。这画面有点奇怪。哎，这个有点害羞。这个我先说真的啊，各位朋友，你们要的朋友1+1，哦，要打1+1位哦。这个限量300位朋友就是让你们带走啊。这个本身我们自己都有在敷，好，我本身我敷了1个礼拜之后，我差很多。我要冲到他脸上来。哎，你们有觉得我最近皮肤变好吗？哦，来几个啊哈？来，目前28位。才28个。8位啊。1颗尔嘞。来，要朋友1+1而已，才28位。一个人限量1片，好不好？1+1，好不好？然后网络上是可以查得到它价格的哦，绝对不可能，外面也不可能会有面膜是1块钱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然后我们贴上去来看一下它有多透。我以为帮他打哦。哦，安尼怪怪的。就是刚刚有做实验看到它有多少液体的。你们的凯宾在自肥了，真的是。哎呦。我的铁粉不知道会不会。我们应该转过来正面。好，你看哦，这个眼睛比较小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让你可以敷得到眼睛，它的孔我们有设计，让你可以敷得到，对，眼周是可以敷得到，你不用再去买眼膜。然后呢，你把它压平，只要你压平的地方，它都变透明的，因为它很透，而且呢，它又不会被扯开，然后它的张力呢又可以帮你拉提。不是那种拿贵的那种啊。对呀，有没有？是整个服帖的哦。超服帖。超服帖的。然后如果你躺着的时候就会更舒服。截图。要的1块，1块加1。1+1哦哈，要的1+1，谢谢你们，因为这个呢，极致亮白焕颜面膜看得到吗？极致亮白焕颜面膜呢，你敷上去之后呢，你的脸会发现好像去医美回来，去做了一堂医美的课回来，很有感觉。对，没有错。然后而且我跟你说哦，我敷了1个礼拜之后，我是觉得它是非常的紧致啊。没洗脸敷面膜，因为等一下才会表演洗脸，我们先敷面膜。他刚刚已经有先洗过脸了。对，没有错。对。我们在开播前，凯宾就先洗脸了，所以不意外，不影响。好好啊，女生帮我敷脸呢。大家可以继续加，然后我们来看看你现在敷脸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是很服帖啊，很服帖，很服帖。然后怎么说？别人讲的，就是无一种敷脸的感觉。你相信我拍完戏以后卸妆会敷着面膜开车回家吗？是没有感觉，就是不会说黏黏嘛是啥呢？你知道不？哦，它会有点无感的感觉。然后因为现在是有讲话哦，你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现在是有讲话，你看哦，如果全部都贴上的话是看不出有的。你只要把它整个，我怕戳到你，把它整个贴紧，因为刚刚这个水是精华被我挤出来过，有没有？是这么透的，是这么透的。你不要像我把它挤出来再把它吸回去。不要挤出来啦，就是直接贴就好。它如果说是直接贴的话，它会整个就是肤色那种概念啦。对啊，没有错。来，要一样，我们再重复讲，还是要1+1。一片让你花1块钱就好。对。一片让你花1块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回馈我们铁粉。因为我们这个是送给你们的，所以我们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这里。等一下呢，还有很多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，那你就敷一下，是要拿下来呢？我继续敷还是先拿下？继续敷好了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不要浪费它。这一片100多，这一片100多，没有错，不要浪费。好，这面膜呢，大家赶快加走，最多只能300个人哦，一个人整1片，一个人整1片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就是怀轩的一个商品很厉害。一般在市面上呢，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想要变美丽都会买什么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对，胶原蛋白有粉的，也有饮料状的。然后有非常多种。那我今天要推广的这一个是什么呢？它是胶原蛋白饮。
这个女孩子们，你要让自己变漂亮，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。还有哦，有年纪的妈妈、爸爸们、奶奶、爷爷们，你们要喝高单位的胶原蛋白。看到这是6000毫克，一般胶原蛋白呢只会在2500毫克到3500毫克，我们是给你6000毫克，而且里面还加了 Q10，Q10 呢是顾这里的，然后顾叉叉脏2个字，好，不能讲太清楚。Q10 呢，就是返老还童的仙丹，里面也是高浓度的 Q10，再加上它有7种莓果多酚，有什么7种莓果呢？里面有苹果、蓝莓、葡萄、覆盆莓、樱桃、蔓越莓跟草莓。它喝起来是什么感觉？我让凯宾喝喝看，因为凯宾没有喝过，我没有喝过，没有喝过，来看他的表情。很多人会害怕。喝起来可能会有腥味，会有苦味，会粘牙，会恶心。我让他喝喝看，使用前摇一摇。使用前要摇一摇哦。哦，这个是胶原蛋白饮喝。喝看。我敷着面膜。你可以拿下来，比较方便的。哦，马上变亮了，他的脸马上变亮了。有没有变亮？什么感觉？这根本的零明了嘛，酸酸甜甜的，有初恋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没有了，你还喝？啊，你刚刚一口就喝完了吗？对啊，这个因为很好喝。这个是有那个有点像那个，叫啥蔓越莓的味道。对，它就是把我刚刚讲7种莓果打成果汁在里面的味道。然后有没有鱼的味道？没有。有没有鱼腥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有没有苦味？没有，完全就是饮料的味道。就是你们有喝过那个蔓越莓汁吗？就是完全是那个蔓越莓汁的味道。而且重点呢，我们给的这个叫做高单位的胶原蛋白，它是6000毫克高单位胶原蛋白，还有高浓度的 Q10，加上7种莓果多酚，50ml哦，50ml哦。我只要过1个月啦，安尼啉哦，我会变作水的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可能会干掉你，我会比你更漂亮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会比你更漂亮。对啊，干掉了。来，这个东西哈，我觉得说，一般我们外面如果只要听到胶原蛋白，可能就会怕说黑味怪怪啊那啦，没有错，鱼腥味啦，不好喝这样。这个完全是有那个蔓越莓的味道而已，不会。有人很专业哦，冰起来会特别好喝，真的。没有错，我没有喝过啦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坐下来吗？我一直看不到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是可以坐的吗？可以。我没有那个呢，冰起来喝过哎。冰起来会够喝啉。会很好。假的。拿高一点啊，不要这么低。不要叫姐跟你截图。对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它架高吗？架高往下。架高要。对，架高往下压。女生这一边。唔免会紧张啊，系啊。把它往下压。对啊，规足紧张的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这样我以后会了。哎，我头发都乱掉了，都没有发现。不会啦，很漂亮。对啊，然后这个各位朋友，这个现在是没有冰的状态，它是完全不会有那种苦，还有粘牙的感觉，然后完全没有腥味，完全没有。所以呢，这一瓶它是胶原蛋白莓果饮，然后呢，我们刚刚第一标的福利是让大家可以免费算1块钱带走面膜，对不对？第二标呢，这个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就让你们这一瓶我们是150的，然后我们优惠120，一瓶120块，感觉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先不要觉得没什么，我会给你150优惠120，再送1瓶。来买1盖1，买1送1的1盖1是什么？买1送1的概念。什么意思？我还听清楚呢。就是原来一瓶是150的，对，然后我们120，120，直接算120块。对，然后买1你送1。加一以后呢，我再多送你1瓶，等于是你拿到100ml。我买1送1哦。对，120买1送1。120块买1送1哦。等于本来一瓶是150嘛，现在变成1瓶60。哎，凶蛤蟆吧。但是也是限量的哦，没有啦，因为福利都是限量的。那太夸张了吧？来，120块买1送1哦。对，这样太便宜了啦，这样太便宜了。对啊，我都 OK 啊，今天是福利，但福利只是2标，后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。来，买1送1，然后120块加1，要求我讲不出来。羞笑了吧？对啊，这太便宜了。来，大家可以加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样。再往左移哦，左是哪一边？是这一边还是这一边？左是这边。你要这样吗？
没有没有，他说再往左移是哪一边？是切到你吗？哦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用还是往后？